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民主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話》。今日你來到主動嘅讓橋，你看讓橋嘅人情從東校的邊當法土哦，到底係樣板哦。聽你來唱歌，李時忠。Hello， 李時忠你好，我係民主。歡迎。哇，兩位嘅人有冇安生錢哦？大家好到邊當法土哦。錯，因為呢大家邊啊會落水嘅時節會上凍到流胎哈，流胎呢會產生嘅凍到嘅悶水咯，裝下頭凍到悶水咬人凍到，所以呢呢夏季呢會入到邊切到拍攝呢，防止呢小黑蚊的生長。另外呢，我們呢吳大師啊，是呢梁永橋的社郎，其實到邊呢發表呢客家人的色彩。客家人嘅生活嘅習俗啦，各方面節慶，包括呢春耕各方面嘅圖，然後呢，本呢大家所有來嘅遊客，人客又好看，了解客家嘅文化與傳統各方面和各方面來讓人。真的，所以大家現在來到阮橋里這邊啊，幾乎沒有看到任何一面牆是空白的，你絕對可以透過這邊那麼精彩牆面上來認識客家文化哦。這就是一種傳承客家文化，也許就是最好方式，因為讓小朋友一起參與。錯，所以講，我要當歡迎大家闖下來讓橋了，當做一家的屋卡。大家來這邊後，一定可以從他這邊非常豐富的壁畫裡面呢，認識阮橋的故事哦。Hello， 你們也喜歡在牆壁上面畫圖嗎？阮橋社區的朋友真的非常有才情耶！在這邊，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學到的單字哦。第一個看到的就是牆壁，邊邊。第二個就是畫圖，法圖，法圖。第三個看到就是大家喜歡在牆壁上畫圖。大家好多表當法圖，大家好多表當法圖，這樣都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也來牆壁上試試看你的才情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